今日再度嚟到中半山，為大家揾到一間位處於舊山頂道傳統豪宅嘅屋苑花園台入邊嘅一個銀主盤，實用面積2580尺，3房3套嘅設計，連工人房都可以擁有自己嘅衣帽間嘅一個單位，我哋一齊去參觀下。推開大門入到屋，我哋見到一個好闊落嘅下飯廳，初層嘅設計令到成個空間嘅層次感就更加分明。由飯廳落2級樓梯落到嚟就係客廳嘅位置。成個客廳呢就呈現一個大嘅長方形，氣派十足。而見到原業主係採用咗英倫宮廷風嘅設計去擺放家私，呢一類嘅家具呢一般都會比較大件，但望落去呢依然係有好充足嘅活動空間。落地嘅大玻璃窗呢就連接住一個弧形嘅大露台，景觀呢就可以望翻中環嘅城市景。雖然單位呢就係比較低層，但係由於呢舊山頂道嘅地勢呢都比較高，景觀呢依然都好開揚。飯廳旁邊呢就係廚房同埋工人房嘅區域，廚房嘅空間非常之闊落，除咗有充足嘅儲物空間之外，仲有足夠位置可以擺到一張4人嘅餐台，實用度滿分。再行入少少就係工人房，空間同樣十分寬敞，面積闊落過好多400-500尺嘅單位嘅房間噶啦。旁邊仲附設有專屬嘅衣帽間。沿住走廊行入嚟就係休息區，採用咗3房3套嘅設計，屋企每一位成員都擁有自己獨立嘅私人空間。同住一間屋都絕對做到唔會互相打擾。每間房間嘅空間呢都極之闊落，就算見到呢擺放咗好多大型嘅家私，同埋做咗好多入牆式嘅大衣櫃，依然都係空間好充足。而房間嘅景觀呢都好寧靜舒適，私隱度同舒適度兼備。間嘅舒適度好高，每間浴室都有窗，空間亦都好闊落，做到自然排濕、通風又光猛，而且保養狀態都好好。總括嚟講，呢一類嘅傳統豪宅嘅大平層，相比起好多新盤呢，實用性同空間感呢，真係做得更加出色。唔知你又會唔會中意呢一類實用度高嘅經典豪宅呢？中意嘅話，留言區話俾我聽，我帶你嚟實地參觀一下啦。下次再見，拜拜。